疏也不可由我後患無窮，痛定會是痛。其實你對我懂看，人一生的各種遺憾裏面，才發現最要後悔，當刻不去聽從那心意。有夢可尋，請你相信直覺集結勇氣，滾燙熱血用作衝擊。今次動真格，不理會膚淺眼光，放開手一搏，只要做到下意識與行徑一致。And I mean it， 今次動真格，把顧慮一一壓縮，昂首闊步闖蕩我感覺，就如春天錯了翅膀撐起，苦中急降再飛。留低的觀眾將要面對殘酷的競逐與比賽，但我今次動真格這